立法院最近伫咧审年度预算，国民党团提案要减少台记台委托华视做节目嘅补助预算，而且要求华视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嘅合作关系就要停止。华视总经理伫今仔日召开记者会，强调伊予新闻自由立场，嘛讲家己无迄个才调威胁上界大嘅在野党。立法院国民党团要求华视检讨停止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合作关系，而且提案提减甲冻结台语频道委托华视制作节目的预算。不过，华视总经理郑宏嘉表示，这有插手新闻自由的嫌疑，要求国民党提案无着举办记者会，引起国民党愈不满。华视19举行记者会，批评国民党插手新闻自由，嘛讲家己无迄个才调会使威胁上大的在野党。昨天我们去立法院跟国民党党团的办公室去协调预算的协商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已经说明了，其实我们去年跟事实查核中心合作的这个约就已经终止，因为这已经牵涉到新闻自主的一个底线。我希望他们能够撤案。媒体会关心的，我的去留，我来华视担任总经理是遴选产生的，我的去留，我要跟董事会负责。董事会的决定我都会接受。国民党表示，提减台语频道预算是因为自过去华视的采购流程有问题，才会提案。而且说明，迄条补助是补助给华视制作台语节目，虽然可能伫公司台语台播出，但是无牵涉台语台。文化部108年的9600万的这个预算给华视做这个节目没有按照政府采购程序直接的分配，私相授受给5家公司8700万。109年华视也是制作相关的节目，然后这个是做台语频道的。好，他这个采购案里头被质疑评审委员与特定厂商私下往来。国民党表示，郑宏嘉若对提案有意见，应该提出说明，无应该以开记者会威胁党团，批评这是插手立法院运作。不过，郑宏嘉表示，国民党以政治插手新闻，开记者会是为了说明华视对新闻专业甲自主的坚持。记者郭伯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